參觀香港監獄係咩體驗？今日去大館睇一個由警署同埋監獄改造嘅公共開放空間。喺呢度就包含咗有16座嘅古蹟啦，同埋2個全新嘅多功能藝術館。喺古蹟部分就包含咗有前中區嘅警署、前中央裁判司署同埋域多利監獄，100年嚟見證晒香港啲變化噶啦。裏邊充滿晒古仔，真係一個了解香港一個好好嘅窗口。咁另外仲有2個多功能嘅藝術館，經常都會有一啲跨界嘅商業活動嘅。嗱，呢度仲有啲文創品牌小店，有書店、畫廊、買手店，之間仲會有好多演出添。成個大館周圍係冇圍牆，同時又同周圍啲城市融入得好和諧，真係要承認香港喺古蹟嘅保育同埋活化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好嘅城市更新就係講一啲喺原址原貌嘅基礎上，既保留咗原來嘅傳統，又煥發新生。傳統唔係舊物，而係經過時光洗禮嘅金色文物。關注新美，了解大灣區更多資訊。